这摊好了。给。好吃。小花，你做的酸菜怎么这么好吃？就是吧，每次都是白菜，要不下回我们换个菜试试？我只会腌白菜。已经很厉害了。天天就知道吃，不是说找徐凤年的麻烦吗？他身边那位老前辈太强，恐怕搞不过。去一次就吓着了。反正有人想办法，我急什么呀？阁下是哪位？出去。为何不出剑？阁下难道没听说过“若心中有剑，草木泥石皆可为剑”的道理吗？没听说过。浪费了。剑就是剑，草木就是草木，无知者才混为一谈。出剑！不急，剑未出鞘，才最有危险。这丫头是你的剑士？不只是剑士，还做的一手好酸菜。吴家剑种算是有福，这一代出了2位天才剑客。你还打不打了？不用了。这架打的，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啊？吴家这2个小鬼不错，有资格出手。
是你。你又有机会了。明日午后，徐凤年会出现在城外芦苇荡，到时这位前辈会与你一起出手。这位是？我是王明银，天下高手排名第11名的王明银。王明银也在香盘城。是的，有人把消息送到客栈，小二转递的。谁送的？小二说是个姑娘，笑呵呵的，没通姓名就走了。你知道是谁？想不出来。王明银又是哪个？天下高手排名，这一位，常年排在第11。这一般不都是10大高手吗？他不正好排第11吗？那岂不是活得很郁闷？天下这么大，能排到11位的，已经是顶尖人物了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大概是来杀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和徐家有仇。多大的仇？拿来了吗？靖安王托我物归原主，算是份诚意。这盒子里是家兄王明阳的眼睛。王明阳，这名字这么耳熟呢？他是你们楚国当年的名将。对了，守城第一王明阳。守城第一，当之无愧。当年徐骁率10万兵甲围攻襄樊城，王明阳整整守了3年，襄樊才被攻破。这我听说过。城破之后，王明阳战死，西楚不遇，自此衰亡。所以如今王明银要杀你，是为了给他哥报仇。国战无私仇，战阵厮杀，死生有命。在当年1战之后，我曾说过，终此一生，徐家人不许再入襄樊。徐凤年既然来了，就不用走了。那这眼睛又是怎么回事？王明阳先生临死之前，曾自挖双目，说想要亲眼看看襄樊与楚国未来走向何处。那一战之后，他的尸首被大火烧毁，只剩这一双眼睛留了下来。靖安王一向敬重灵兄，掌管青州之后，也一直有香火供奉灵兄。此次遗体交还王先生，也算是了却心事。他不还我眼睛，我也会杀徐凤年。那自然。徐凤年身边高手众多，更有骑兵保护，在下也会一起出手。凭你，小生不才，也带了些手段。福建红甲。除此之外，靖安王还会调骑兵参与围剿。明日芦苇荡徐凤年必死。你知道有人要杀你，还出来闲逛？千雷蒙城怎能不看一看？放心，就算要杀我，也不会是今天，更不会在城里。还是要谨慎小心些为好。
世子。文化。是徐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没见着睡觉呢。啊？哪家公子那儿顺来的衣服呀？还顺2把刀。回头苦主找过来，你别连累我啊。你小子呀，还是这个邋遢样啊，还没扬名立万呢。少废话，你要是真有心，衣服扒了，换点酒肉，咱们俩好好吃一顿。寻点酒肉。哪儿过来的？早跟你说了，我是北凉世家子。不信。请用。麻烦你了，弟媳妇儿。温公子，你怕是误会了，我只是个丫鬟。姑娘这般人物，若是丫鬟，太没天理了。他是欺负你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收拾。哎，说真的，你到底为什么来相反？看上个小娘子，那是啥想？又看上了。为什么要加个又字啊？我这次真喜欢。哪次不是？我冷着跟你说。哎，老黄呢？没跟你一块儿啊？老黄没了。死了？死了。老黄啊，好人呐。别人死活我不管，老黄这回我得去看看，来哪儿了？死在东海那边，没坟。嗨，跑那么远干嘛呀？那些年遇上你们俩的时候，老黄整天唠里唠叨的，我真觉得烦。现在不在了，还有点寂寞。是挺寂寞的。干嘛呀？你看你那样，老黄都得觉得丢人。有人来就得有人走，这就是江湖。那个，要是老黄在的话，这鸡腿轮不着我。我也吃不着啊。去他娘的老黄，吃他娘的鸡腿！老黄要在呀，鸡屁股都剩不下。喝酒了，记住了，有人来就有人走，这就叫江湖。怎么了？哎，那不错，不合适。那什么，你先回避一下。不合适，有什么不合适？哎，徐小子，徐小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有点失礼了。去远点，有动静。哎，找老黄啊，
要不要跟我混一路？偶尔吃一顿得了，总这么干太享福了。再说了，总享福哪有心思练剑了？你可别耽误我练绝世剑法。你那就是自个儿瞎练，哪有什么剑法？哎，你那边一耳宽，你帮我揪点。那是我给自个儿留的。别那么小气行不行？你帮我揪点儿。你就凑合凑合吧。这我怎么凑合呀？舒服了。哎呀，不早了。我也该走了。欠你这顿酒肉，回头遇上再还。去哪儿啊？北莽边境瞧瞧。边境怕是要乱，你悠着点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真是北凉世家子啊？可不是吗？甭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反正我是把你当兄弟了。可不是吗？乱点好啊。练剑就靠乱，养剑意。好，那我等你早日练就绝世剑法。我将来遇到麻烦，找你挡。欠你顿酒肉，还得给你卖命啊！行了，不跟你婆婆妈妈了，走了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遇到。江湖说大不大，总会相见的。馒头白呀白，白不过姑娘的手；河尖儿翘呀翘，翘不过小娘没眼哨。走了。江湖说大不大，总会再见的。馒头白呀白，白不过姑娘的手；河尖儿翘呀翘，翘不过小娘的没眼哨。唱的都是什么呀？我们自个儿编的小曲儿。世子，这位温公子是您外出游历时候遇到的。是啊，陪我和老黄走过一段。看你好像很看重他。要按李前辈所说，那这些纹路是传送真气。洪家内部篆刻极其复杂，我一时半刻看不透。不需要重造洪家，能不能找到弱点？要是从这个角度看，倒是有几个点可以尝试攻击，或许可以让洪家的行动迟滞一刹那。那就好。世子觉得福将洪家明天还会出现。如果要杀我的话，明天是个好机会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。世子既然知道危险，不如迅速的离开青州，继续东行。走不掉的。我既然让王林泉离开青州，景安王就不会轻易放我走。世子已经有了王爷的风采了，我可不想学他。魏爷爷，若是明天福将洪甲在线，还请魏爷爷劳心应对。哎，我再看看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跟着我。你要赶我走？不是赶。徐骁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本来就是把你和林家当做筹码。现在人我已经放走了，你没必要留下。你可以去找王伯，他会帮你安顿家人。
可是我娘说我已经死了，没有资格姓林了。但毕竟你娘还活着，你没必要留在我身边。我杀过你，我也认过命。这全天下的人都说你们徐家是国贼，可最后给我们林家一条生路的，却是你们父子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我也不知道我这一生做的这些事情，它有什么意义。但是我答应过你，我会用性命护你周全，就算是我这么失败的人，我也想说话算话一次，我不会走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不是让宁峨眉先带你离开吗？我干嘛要走？你听我说，明天芦苇荡，祸福难料，让宁峨眉先带你回母山岛，于有为和凤子营都在岛上。你要把我丢在岛上？当然不是，让你先行离开青州，然后再跟我们会合。那要是不顺利呢？不顺利的话，我估计就死了呗。你可以海阔天空，恢复自由之身。我不走。怎么回事儿？你这是要跟我共患难啊？如果明天真的到了绝路，我会亲手杀死你。徐凤年，你就算要死，也得死在我手上。好，那也不错。不用要死要活了，有我在，你们谁也死不了。您怎么进来的？什么时候？在你们死死活活说情话的时候。老头，你疯了吧？我说我要杀死他呀！请你个鬼！我这是在放狠话。前辈找我有事儿，陪我出去逛逛。出去逛逛，咱俩。前辈到底是在逛什么？离开北凉前，徐骁求过我一件事，
他说如果事不可为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就单独带你逃回北凉。我现在问你，要不要逃？其他人呢？我只剩一只手，只救得了你一个人。多谢前辈，我不想逃。你想清楚了，命就一条，死了就没了。我这人命硬。还记得那招一剑仙人跪吗？他怎么可能忘？我一直偷偷带使，但始终无法入门。无意的根本是什么呀？力量、速度、技巧，还有经验。开始是这样，但人力终有穷尽。当武者成就一品，力量、速度都到了人生极限，就要将天地之力融入武学之中。到那时候，心性反而成了关键。你的执念思想会主导功法。人心改变功法？错，是功法源于人心。一剑仙人跪，什么是仙人？求长生，求不凡，生机永驻。这就是仙人本质。什么是生机？草木破土，逆天而生，这就是生机。天道有生有败，要做仙人，就只留生机，斩去衰败枯亡。当年我创这招一剑仙人跪时，心气正傲啊！瞧着那群庸碌之辈，口口声声逆天，他们要逆天，要做仙人。我李淳罡偏不屑与这群废材为伍。我这一剑的真意，就是要借天道之力威压众神，斩去无能者的脊梁和妄念，让他们知道有我李淳罡在，天下无仙。你小子有了大黄庭啊，基础就够了。再加上你这个骄傲的性子，与我当年倒是有几分相似。拿捏好这其中的本意，或许便能入门。那这一剑仙人跪是您最强的招式吗？我随手一剑便是最强。对。不过要说最擅长的，那当然是两袖青蛇。我们到底这是在等什么呀？等静安王妃。你送那么个破珠子，写的信也如调戏一般。人家堂堂王妃怎么会来芦苇荡见你啊？就算他想来，静安王也不会答应啊。恰恰相反，
他或许不想来，但靖安王一定会让他来。王爷传令，请王妃单独会面徐凤年，为北凉世子送行。世子，我已安排了护卫，把于右卫送出了青州，其他凤子营全数归队。清点一下人马。是。凤子营已经和徐凤年会合了。凤子营到了，靖安王的铁骑呢？前辈，再等等吧。世子，少了3个人，在哪儿少？出发时人数还对，应该就是在芦苇荡出的事。我带人找他们。先等等。世子，凤子营不能抛弃同伴。不想害更多的人，就听我吧。来了。居然真来了，这算什么？连个护卫都不带，私会吗？你觉得靖安王为什么会让自己最宠爱的王妃单独来见徐凤年？你知道？我也想不明白。能猜到靖安王心思的，恐怕只有徐凤年那小子了。侄儿送给婶婶的珠子呢？怎么没带着？
多谢世子好意，守住凤环。这怎么还给退回来了？不喜欢，还请世子见谅。不喜欢就不要了。王叔有什么要交代的？这是他给你的。不能再等，徐凤年就要走了。铁骑怕是到不了了，出手还是暂退？动手。那边人太多了，引开他们。等一下还我，我若战死，替我把他埋在襄樊城外。我们也去了。吴先生，不拔剑吗？竹竿挺好用的。老狐狸。宋值千里，就4个字啊。杨叔没说什么别的，他只让我把信交给你，其他未曾多说。或许他知道你要离开青州，这4个字算是为你送行吧。不对不对，这4个字有2层意思，但都不是送行。2层意思。第1层好解释。千里向下，视为九泉。王叔想要送你归西，信已送到，守住凤环，世子请自便，我先告辞了。婶婶下车聊聊。世子请自重。婶婶觉得自己还走得了吗？婶婶，请下车。世子说吧，想要聊什么？是我们的人，随我救人！等等，还等什么呀？那是北凉子弟，你心神已乱。魏爷，我去追。书修吕钱塘，跟着他。凤子营随行。我说过，徐家人不许再入襄樊。天下11，王明银。
还行。我不是把神符借给你了吗？头发不能乱，他也不是王先知，木剑足够了。天下11啊，那就让我看看，如今天下都是些什么货色。又是你！剑中无六鼎，携素王剑而来，再求一战。天下名剑位列第2的古剑素王，剑呢？会让前辈看到的。上车。驱弩！放箭！再放！在背后控制红甲的人，或许就在附近，大家多加小心。交战时，我会设法将红甲停滞一刹那，到时咱们全力破甲。你要再用刺杀剑诀，命就没了。就怕是调虎离山吧？世子那儿有李前辈，不用担心。先救人，上！
活着！草木之徒，草木之徒，小心不假！草木之徒，小心不假！哪个是木甲？有硫磺味，那是活甲。那是土甲，小心他从地上突起。这一个都是怪物，还怎么打？再给我点时间。还有多久？再等等，给我点时间。蓄弩，拔刀。上！再上！再上！前辈就别关心那边了。你觉得自己能挡我多久？尽力而为。
请前辈留步。还真是素王剑。应该走到什么时候？多留心一点。说的轻松，这打下去怎么赢？还有最强的金甲未曾出现。撤！世子，事态危急，亲娘想向世子求一件兵器。什么兵器？刹那枪。枪王王树的刹那枪，我哪有这兵器？枪在车上，只求世子准我出手。好。两袖青蛇，你是李淳罡？剑神。苏修，给我时间。
出剑，请剑出鞘。我快不行了！他不死，我们不也完蛋？地下那个土墙要做到什么时候去？不好，世子危险，叔兄，快！小心！一剑仙人跪。我这一剑的真意，就是要借天道之力威压众神，斩去无能者的脊梁和妄念，让他们知道有我李存刚在，天下无邪。
呵呵。谢谢隐藏的挺好，身手也不错。虽说王明颖已然重伤，但想杀他还是不容易。呵呵姑娘，什么名字？你认识她？酱牛肉铺子的呵呵姑娘。啊，就是她。怎么可能？哪来的酱牛肉铺子？哎！能救吗？这丫头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，抬上车去，我试着救她。还有凤子营将士也请前辈束手。我是剑客，不是郎中啊。行了，我尽力了。多谢前辈。世子，小心土脚！果然跑这边来了。魏爷爷那边战况如何？穆家和霍家全毁了。霍家回去前，自然暴力，女言堂过量运用赤霞剑诀。前辈，已经脉寸断。青鸟和凤子营劳请前辈费心，我去那边看看。世子，有什么遗愿？林家剩下的人，你给留条活路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呢？死后要不要葬入林家祖坟？姓都改了，有什么资格入祖坟呢？没让你受伤是吧？你言而有信，无愧探花之名。真的？真的。人生的这条路就这么走完了。太难了。去你的世子，去你的世道！
魏爷爷在。替他火化尸骨，骨灰装入坛中。明白。这边我来处理，世子，先回马车那边。金甲，现在才动手。柯姑娘，真是你！没想到是你把王明隐的消息送到客栈，居然是你救了我，还救了2次。你这手刀怕是比真刀还锋利了。你有软甲护体得以不死，可我后面那2脚，你应该死了才对啊！你还真把王重楼的大黄庭化为己有了？何姑娘，我跟你有仇吗？没仇啊，不过有人要花1000两买你的命。靖安王，那你为何要救我？我亲手杀你。才有1000两，别人杀你，我只有500两。我这命还是挺值钱。该说的都说了，你可以去死吧。你这不是刀法。你的伤还能再出刀吗？要不你试试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刚才看你用了剑9皇的剑法，剑1到剑9，老皇都留给我了。练了挺久了吧？这可是你压箱底的本事，
青岛没事吧？他的命暂时保住了，那就好。可你要死了。喂，小子，小子！哎呀！把兄弟们的尸首认真包好，送回北凉。是。